请问倒一出料理，唔是对四川来的啊？伊是咧台湾发明的台菜，系啊，麻婆豆腐、五鸡蛋黄、蛋嘛，蛋黄。蛋黄，我头先点样咧客讲报鸡丁。来，恁感觉咧？B，为什么是 B？ 吗 ？B，因为迄是迄客人仔的招牌菜。哦，诶，是哦，你去食过？示范来。我若是去迄拢五根肠旺啊，我若去有无去迄苗栗啊，一定要食迄五根肠旺的。因为苗栗遐吼客家菜真济。 4000啊 B 哈 B， 好啦，啊4000互你啦，4000啦。这个菜的名哦，有真侪解说啦吼。有人讲伊爱控足久的啦吼，对暗时啊控到5更就是天光的时啦。啊，灯旺哦，这灯就是内面有大灯嘛，啊旺其实就是火啦，所以内面拢有猪火、鸡火、鸭火这物件。啊，听起来对用台语来讲，伊嘛是好头菜啦，灯旺就是足旺的，灯得旺。吼，所以咱这个其实是咱台湾人创作出来的菜。